近期龙少华和22岁神似王祖贤的正妹女儿陈璇一起合作新戏《爱情白皮书》，他强调女儿不屑靠爸，陈璇也笑亏老爸姓龙很俗。22岁的陈璇从大学毕业后就想进入演艺圈，父亲龙少华透过关系让女儿到东森新戏《爱情白皮书》磨练。陈璇拥有171公分高挑的身材，长相甜美，眉宇间颇有父亲神韵。导演叶天伦曾说，陈璇美貌神似当年的女神王祖贤。近日，陈璇和龙少华接受《自由时报》专访，龙少华超紧张，不但亲自指导女儿拍照的动作，还叮咛女儿画面多一点。陈璇表示，因为大学念传播科系，了解剧组幕后工作生态，也喜欢表演唱歌，对演艺圈算是耳濡目染。而龙少华知道女儿对吃这行饭有兴趣，就开始丢剧本给她看，还会帮女儿找熟悉的剧组实习。今年初拍完《爱情白皮书》后，某天晚上，陈璇慎重地找父亲讨论进演艺圈的想法。当时他说着说着就哭了，因为担心进圈子个性会变，让爸爸直呼还没进圈子，压力就太大。不过，陈璇不担心外界对于星二代靠爸的刻板印象，淡定表示他就是我爸爸啊，别人说什么我不管，问心无愧就好了。龙少华笑说，女儿有2个原则，一个是一名不姓龙，另一个就是不屑靠爸。陈璇听完立刻吐槽姓龙很俗。